经过大华幼稚园了。高速公路很重，难道会折回来的？大概到那个往那个职场的桥那边的南水巷的路就会折回来。很多人都在这边。哦，这夜景很美，LED 灯怎么可以这么美呢？用车子带动比较不会那么累，用车子带动比较不会那么累。它累了有车子可以坐，哎呀，真好。没有累是扶着神教走一起走，它累了可以坐车上，哎呦，真好真好。夜景啊，不容易拍得出。夜景不容易拍得出。哦，大将公庙了。大将公庙的阵容很豪帅。给你学东西，刚刚大将公庙阵容很豪帅。
前面8以后面7。哦，宋江镇，宋江镇哦，沙滩号宋江镇，好像是哦，还有宋江镇。高速公路线，高速公路线大路，高速公路线，宋江镇要1海支线。哦，花家线，花家线，花家线，五雷公啊，太子雷公，大将公五雷公。唐朝名胜可以。那是大江湾镇南店哦，镇南店，好逛好多。梅东河大江湾镇南店。不同街啊，2家不一样。哦，开台建完，连平郡王府，王朝，今年连平郡王府王朝。今年连平郡王府王朝。